第5集，煩惱即菩提。星期日，讓心靜落嚟，聽聽佛說嘅智慧。煩惱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。呢句話聽落好似矛盾，但其實係佛教智慧嘅精髓。煩惱唔係敵人，而係修行嘅起點。菩提唔係遠方，而係你如何面對煩惱嘅方式。煩惱唔係障礙，而係鏡子。煩惱出現時，唔好急住逃避。佢其實係一面鏡，照出你內心嘅執着、慾望、恐懼。當你願意直視煩惱，你就開始了解自己，開始修行。真正嘅修行唔係遠離煩惱，而係喺煩惱中覺醒。菩提唔係完美，而係覺悟。菩提係覺悟嘅意思。你唔需要等到一切順利先至修行，你可以喺失落中學習放下，喺憤怒中學習慈悲，喺混亂中學習安住。每一次煩惱都係一次菩提嘅機會，把煩惱轉化為智慧。佛教唔教人壓抑情緒，而係教人觀照情緒。你可以咁做：當憤怒出現嘅時候，觀察佢唔係你，而係一個念頭；當恐懼出現時，問自己：我喺執着乜？當煩惱出現嘅時候，唔急住反應，而係先呼吸、觀照、放下。每一次咁做，你就離菩提更近一步。本週金句分享：心若不動，風又奈何；你若不傷，歲月無恙。煩惱如風，心如湖面。當你唔再被外境牽動，煩惱自然無力。願你喺煩惱中找到清明，喺混亂中找到安住，喺日常中活出智慧。下星期日，我哋繼續一齊聽佛說時光，靜心同行。多謝收睇。